迄到时了全部做天嘛，那不全部天嘛，通法盖喊全部的天的，喊网友该用来嘛，咱慢慢要发展起来嘛，四十八年到时，老师傅都插个些，来到点呢，慢慢营养多嘛，多一些人可以食啊，也让注意啊，种高信用啊，大家让对家嘅苗来储存，让可以食，慢慢就寄苗起来啊，原先来老苗是较低分的，冇让。白天人家他搭出来啊！73年人10個番薯也2了3了，當時人番薯。講溜安了，不讀呢溜就安啦。一是保姆也10個起啊，保姆也10個起啊。一不讀本來是安陽人，露天安陽。一因為講了為所空台嘛，順沙是起到東北山傾落來。當時吼，有啦白講跌到，講了咱起發啊吼，咱起發。你可以做唔得，你點冇搞？唔係，叫我是昂是何就是昂，昂年的面目是昂用的。到時要做嘢先，搭出個效果咧。我昂杜行咧，每條咁嚟搭面出嚟做黑煙戲啊，這個10時度嘅昂做，你有冇去呢文煙？有去呢文煙。聰明動態㗎嗰時，聰明動態。種辣嘅用乜嘢嚟做？黑煙戲，專門黑煙嚟做。做假胖哦，做3、4胖啊，練嚟，因行業要故意嘛，要按照啲故意去做工啊，你23幾年嘅時要做，本來是要去做工，要去做工，行業啊，行業是保留到厲害，還要去，白工又唔去出嚟啊，水叫筍嘛，白工我簽解水叫筍又去得啦，有乜嘢水叫筍？一隻協會嘛，協會那時按照應該按照蛤蟆協，你係上到嘅，蛤蟆協。蛤蟆協，所以咧白講起毛長，那毛長，學恰，這樣白咁樣，恰，所以外天煙都有啲白啦白講，從我現外種，外天煙啊白冇打紙炮，你攞嚟背交代講冇打紙炮都有白，切對存錢部分存。呢個幾多厘來白？40厘，40厘，現時咧40厘，通安厘、通法厘。人工厘，到法治厘。等於講通法界全部是100，要是按照通法界、CD界、信用中心是錯。我以前做我個白宮17年養油，我來個養油啦，你食西就係白宮嘅啦。但是個白宮面前係種菜，個只一隻行台灣一隻行嘅，個市政府留喺行路。將來白宮望下去，佢嗰時是9反應，是廖水林、廖芳林、李萬基，3樣啦，要組織個去只白宮。我係一聽調查呢，嗰時去白宮，我來嗰時係忙去忙唔好，我聽調查去白宮啦。去了後咧，慢慢在白宮還是有。一年只有漲上一點，就1年啦。人數有9萬多，1年是有慢慢有漲上的。以後現在在變廟中廟，該得把黑白公廟不喊出來，還有思維啦，其他的要3站上面。人家去嘛，人家有廟中廟你嘛。沒看到。我那個廟為人之一。你有沒有還有睇過嘛個黑人白宮？是。有人講係客家人好強。客家人好強，客家人做事情好強啊！後來愛去個就客家人出現。我講一車，第一車去啊！來啊，7點啦，7點。這好白啊！這好白啊！好白啊！你啊！我唔用，佢用保用啊，溝你。
无啦，要请一人手机拢静一静的。来，下线的来，快到，手静静啊。来，下线啊，下线。先传走啦。这个下线的哈，放着新的来进去。做鱼发鱼的哈，鱼条甲行运好运都有啦哈，冲花发鱼啦哈，好运行运有啦。我都每来先，因为客家人好信心嘛，早晨安补，现在要去慢慢去拜，行一下，伊好运始终来讲，客人啊，将咱这是客人啊，土里讲。哦，好运讲的啊。系啊，好运讲出来，讲行的土里讲，再讲出来。但依然啦，有所以台湾讲有求必应啦，依然。啊，所以因行人先起种出出来要白功夫啊吼，行人记得。你那有白功夫啊？有啊，头摆2摆，今仔改存一摆，因为人越多啦哈。啊，人越多。哎。本来年白功送啊吼，一摆个半夜24样，本来半夜8啊，半夜8他较无限，就改好慢样的。改汉人今年这个无位数互搭，像庙非常的有吼，防好因的交通，啊，尽量庙的个有啊嘛，尽量分组夹做一摆样的。哦，你白功送啥？你客家你种个福灰啊吼，再改好留个还咪汉江个马儿上乡下。3元3。3元3夹到乡下3元3。还半夜咧行出来啦，半夜个白功夫行出来，所以个客家人要先主持就福灰，福灰讲是当初养福灰伊阵出好也去长巴县一摆样3千元。哦。3千摸多厉害，500元，目前500元。哦。师傅啊。师傅500元。参加因迄次有参加，在遐讲。次有参加。因为办就当然去办到土上去见面喊叫来参加咩事。哎呦啦！还没拜哦。哎呦啦！今特别了答应，俺今仔做伊咩要来拜啊，张个时要转来小乡拜啊。俺去福辉青农园办到伊都，从个秀光乡去办到标桥去10光年的见面，喊叫来听下飞。